咱进来看上新的画面，镜头来去桃园机场，这是巴黎奥运比赛也在进行，也毋过羽毛球、射箭、射击都已经比赛。今日早起7点，包括男子上大金牌李勇、王泽林，也有咱台湾球后戴资颖、台湾羽毛球一哥周天成，早起拢已经回来台湾。真侪球迷甲支持者嘛伫机场等，桃园机场早起会当讲是有够闹热。 能拿下这面金牌，我真的感觉非常荣耀。那希望4年之后呢，有机会能继续努力，再努力一次。谢谢大家。很感谢大家今天来接机，然后也很荣幸今天为台湾带回一面金牌，然后也希望未来我退役之后，麒麟有更好的成绩。对，然后当然也希望说可以继续推广羽球。身为要退役的人，那当然希望说羽毛球可以越来越好，在台湾越来越好，那培养更多的后进。 然后也谢谢各位的支持，让我们可以在球场上可以坚持这么久，然后很高兴可以把这个荣耀跟大家一起分享。不少民众透早就到机场邮报条来接机，来欢迎咱的羽毛球男子双打2连霸金牌组合李勇和王泽林登来台湾。另外，还有男子定向飞比赛当排的李炳万，另外还有射箭男子、女子的选手，伫即届嘛做一撮坐共一架飞行机登来台湾。